美式霸權再次上演，英國又要做契弟。星期日《泰晤士報》近日報道，美國要求英國唔准中國改建皇家鑄幣廠舊址做新駐英大使館，聲稱擔心會被獲取敏感通訊，真係欲加之罪，何患無辭啊！美式霸權思維又再次上演，為咗壓制中國發展，連盟友快遞都要插支美國優先嘅旗。中國計劃改建皇家鑄幣廠舊址做新駐英大使館，根本就係正常外交設施升級。美國硬要扣上獲取敏感通訊頂帽，理由就更加荒謬，只係因為新址鄰近英國通訊樞紐，就憶上中國威脅。問下美國，當年喺盟友德國總理默克爾手機度裝監聽設備，又監聽韓國政府高層內部討論嘅時候，點解唔擔心盟友安全啊？美國呢副高傲姿態，徹底暴露咗美式霸權嘅本質，兼且將盟友唔當夥伴，當做契弟。對此，英國創科大臣近秉德回應話，英方會處理呢件事，無需憂慮安全隱患。又話我哋喺規劃過程有豐富嘅經驗，好清楚呢類問題唔單止涉及新建築，任何時候都係咁。呢個回應足以證明美國嘅臆想係子虛烏有。美國早喺2013年斯諾登曝光嘅稜鏡計劃已經證實，美國先至係全球最大嘅泄密慣犯。由盟友政要到普通市民，只要對佢嘅霸權有利，監聽、滲透、顛覆、顏色革命無所不用其極。而家美國拎安全做借口，不過係想掩飾自己江河日下嘅掌控力，驚中國影響力喺歐洲自然生長，驚美元霸權俾多元貨幣體系衝擊，驚單極世界嘅舊夢碎喺新興國家嘅崛起當中。跟隨意識形態上路嘅美國禁華為限電動車，老歐洲已經食盡苦頭，無論互聯網定電池技術都落後一大截，部分國家已經偷偷將華為請翻嚟，電動車關稅亦都出現轉機。英國核電站建設因為拒中，到而家撒咗大把英鎊依然得塊空地，教訓可以話係唔夠深刻。